所来关心南投的消息，南投县家庭疾病防治所有接到通报，讲伫玻璃镇虎头山的山区，时常有一寡猫啦、狗啦种种的宠物，因为踏着剪啊，还是山地条来受伤，所以讲联合林务局的巡山员啊、县政府农业处等等相关的单位，做伙去巡山稽查，伫一间工寮发现讲有做山地条器材。 提醒乡亲，你若是剪啊、山低调，这拢是违法的行为，即会使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是200万块以下罚金。联合稽查来到玻璃镇夜工里自会堂的后山，大家来到入口处的一个工寮，除了真侪主管回收品，还有发现掠山地下掉的材料，包括塑胶管啊、含尾仔锁。我们这边呼吁就是说，我们那个县民朋友不要去使用售假或山猪吊。 为了调查山区敢有违法的假释，调查人员使用金属探测器在土骹吹。这一区哈，我们不夸张，就这几年我们至少救了30-40只的狗。南投县关怀动物协会讲，这1年来就伫咧玻璃救100多只受伤的流浪动物，不过即卖的法令也无法度阻挡违法的行为发生。下钓下剪啊，拢是违法的行为，依照动物保育法，相当会当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者是200万以下罚金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